呢碗飯啊，我咁話唔使煮餸你都可以食3碗啊！油鹽飯配薑蔥，真係冇諗到一碗飯可以咁好食。港式煲仔飯嘅天花板，建議你一定要試下。煮一煲靚飯呢，首先要揀啱米，用呢種窄窄長長嘅生米就啱啦，即係油尖米或者絲苗米都 OK。煮出嚟先夠乾爽，粒粒分明。教你一個防止生米蟲的小技巧，用棉沙袋裝一些花椒、八角、桂皮之類的香料，放進米缸裏就可以了。啲米洗乾淨之後，浸半個鐘以上，等啲米粒飲飽水，煮出嚟嘅口感軟滑均勻。浸好之後，倒咗啲水，一杯米加1茶匙鹽同2茶匙花生油，充分撈勻。將米倒入砂煲，加入清水，水量呢沒過米嘅表面大概半個手指節嘅高度就啱啱好啦。冚上煲蓋，煮滾之後，喺條罅度見到有大量蒸氣飆出嚟啦，即刻轉最細火，煮10分鐘左右。表面睇唔到流動嘅水分啦，用筷子喺啲飯度篤幾個窿，等佢哋可以透透氣。鍾意食飯焦嘅留意啦，沿住煲邊淋2顆花生油，重新冚翻個蓋，轉個砂煲，等煲嘅周圍都可以均勻受熱，大概再煮多5到6分鐘，聽到個煲入邊輕微嘅嗶嗶叭叭聲，咁差唔多就可以關火啦。唔好急住開蓋喎，等佢喺一邊用餘溫焗多一陣。趁呢個時間呢，我哋嚟整個靈魂薑蔥醬。用刀背刮出薑蓉，再剁碎啲，咁樣食起身嘅口感更加細膩。蔥呢，切成蔥粒就得啦，將佢哋放入碗爐，加1殼鹽，熱油分3次淋入去。呢個醬撈飯食白切雞都好正噶。睇下煲飯煮成點先，哇，好靚啊，粒粒分明，光澤油潤，啲飯焦啱啱好，又香又脆，加埋呢個廣東省醬薑蔥撈飯，真係冇諗到一碗飯可以咁好食啊！沒有肉都可以吃3碗，這就是家的味道啊！記住啦，還原港式家常味就係咁簡單。我係黃小丫，下期再見。